即是咱来强守上帝的话。今日的圣经节是伫咧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到23节。请咱手头有圣经的来掀开，伫咧圣经第新圣经伫咧131页，也是咱看头前的投影片。咱即时同齐来读今日的圣经节。7日的头1日清早，天要未光，约大粒的玛利亚到墓，看见就已经对墓刷开，就走去就近西门彼得甲别个学生，就是耶稣听迄个，甲因讲，有人将主移出墓，阮毋知下伫叨落，所以彼得甲别个学生出去到墓，两人平平走。迄个别个学生走做头，比彼得较紧，大声到墓，压落看墓内，看见幼伫墓下伫，独独无入去。西门彼得对后到入墓，看见幼伫墓下伫，搁看见包头壳的金无甲幼伫墓做一位，是另外伫一所在讲的。迄个大声到墓的学生也入去看见着神，因为因还未明白圣经的话，讲伊的确对死人中国活。对安尼，两个学生倒去家己的家，独独玛利亚徛伫墓外的地头，头的时压落看墓内，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，坐伫耶稣的身躯所捌安置的所在，一个伫头，一个伫尾下。伊就甲因讲，请思考。应伊讲，因为人将我的主移去，我毋知伊下伫啥物所在。已经讲遮的话，就翻身后面，看见耶稣伫徛，也毋知伊是耶稣。耶稣甲伊讲：妇人人啊，啥事啼哭？你找是谁？玛利亚拍算伊是故远的，就甲伊讲：头家啊，你若有讲伊去，请甲我讲，下伊伫啥物所在，我就去收伊。耶稣甲伊讲：玛利亚，伊就越是当心，用希伯来的话甲伊讲，拉伯尼，意思就是先生。耶稣甲伊讲。无伫问我，因为我还未上去看见彼得找我的兄弟，甲因讲，我上去见我的爸，也是我的爸；见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无大粒的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，我已经看见主，搁讲主用这的话甲伊讲。迄日就是7日的头1日，已经暗。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。耶稣到，徛伫中间，甲因讲：愿恁平安。已经讲遮的话，就用手甲协下，互因看。学生看见主，就欢喜。耶稣搁甲因讲：愿恁平安。我找恁，亲像爸有找我。已经讲遮的话，就对因分开，讲：恁受圣神，恁写啥物人的罪，就写去；留啥物人的罪，就留地。以上是咱今日的圣经节，愿主祝福伫听伊的话，佮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这是咱请牧师来甲咱分享
今日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信仰的记忆点。咱请曾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，咱三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搁要对你的话伫遮三个实，看你的话，互阮伫生命中最大的转变，互阮当看见你的美妙、奥妙，特别是今仔日过活节，阮伫遮咧回想，伫遮咧学习，伫遮咧明白过活节意义是。可能当更新变化阮的生命，阮伫阮所拄着任何的代志，拢有你诚做阮最大的帮助。主，阮将阮今仔日所要讲的恭敬交托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这大家平安。这是一个真奇妙的日子，咱都爱伫遮来歌唱哈利路亚。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对死国活，兄弟姊妹，请问你还阁被困伫即个死亡的悲伤中咧？也是已经看见主耶稣已经国活，跟对主耶稣对黑暗的中间行向光明咧？今日咱新安讲的读经本的主题是信仰的记忆点，记忆点。牧师感觉这是一个真深的主题，兄弟姊妹，所有的记忆点，伫考啊常日子，超越这个自然的定律、物理法则，拢伫安那失效。伫科技的顶面，就是指 AI 已经安那超越人的这个智慧，引发这个不可逆变革的时刻。伫经验上，即超人类即个头壳，所以当常常理解的范围。请问兄弟姊妹，恁捌有种经验无？好像你喊啊，含伫死亡的边缘，感觉是安那稳死的，突然间，互人甲你呐扭起来，死里逃生，即种的经验无？牧师就即种非常深刻的经验。我会记囡仔时，我甲足侪小朋友去佚佗，去倒去佚佗嘛？淡水河边去创啊，游水去游水。啊，伫咧游啦，人会晓游的吼，拢伫安尼。到我袂晓游，若对人啦，一直去甲深的所在，一者沉落去吼，沉落去袂晓游水的啦，就惨嘛吼，就惨嘛。迄阵毋知影，忽然间有一支手安尼，唰一人甲我捡起来吼，啊，捡去。岸边吼，我到当毋知迄个什么人甲我捡的呢？即个记忆点其实伫即个信仰上，这突破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超越咱的头壳所以当理解。所以主耶稣的国话，正是超越咱所理智会当理解的信仰记忆点。兄弟姊妹。主耶稣的国话绝对毋是一件小小简单的小看代志，因为打破咱人类历史上对生命的理解甲认知。耶稣的国话，互咱遮的信的人看见，死亡并毋是生命的尽头，乃是带出新生命、新的契机。所以，当咱真正明白并且理解耶稣国话这件代志，带咱整个人类。顶头生甲毋忙，咱就会当啦，为着家己的生命，定先啦，做一摆样啦，心事兄弟姊妹。当你的生命毋是停留伫即个死亡，乃是蛮更较有深度的生命永远活。那呢？请问你如何要伫今生活出生命真正水好的价值甲意义呢？伫约翰福音书20章1节到23节，其实伫遮有详细描述即个信仰的记忆点、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，以及看见即件事的人的心态甲回应。头一项记忆点是超越时间、空间、人类经验甲自然定律的。伫约翰福音书20章1节，伫遮咧甲咱讲，7日
的头一日清早，天还未光，抹达了的玛利亚到梦，看见石已经对梦散开，天还未光。毋敢是描述时间，更加是上帝抹达了的玛利亚以及耶稣的学生当时的心境。因为失去主耶稣，面对这个死亡的忧伤、绝望、恐慌，伊伫遐啦，因伫遐迷茫，兄姊妹，你捌经历过失去的这个悲伤嘛？你捌面对死亡，感觉极度的恐慌不安嘛？也是伫迄个绝望中嘛？伫迄个黑暗的时刻，请问你如何去面对？你搁如何处理家己的心境呢？抹达了的玛利亚，天还未光的时，伊就来到这个坟墓的所在。死亡无法度阻挡伊对耶稣的疼，这种坚定勇敢的疼，互抹达了的玛利亚成做头一位见证主耶稣国活的人。当伊感到悲伤、绝望的目屎，伊来到坟墓的头前，伊却发现这个石头已经互散开。伊头一个反应是有人将做对坟墓摕走啊，所以伊连走入去看一个都无，伊就赶紧走去甲什么人讲？甲西门彼得，甲耶稣所听迄个门徒。而且伊咧讲所听迄个门徒，则无啥名，其实迄个人就是什么人？作者本身就是约翰。即个将坟墓的石头散开即件代志，甲因讲，伫咧60甲第8节啊，伫60甲第8节，安尼讲，西门彼得对后到入墓，看见犹地步下地，佮看见包头壳的君，无甲犹地步做一位。是另外伫一所在讲的，迄时彼得大仙到墓迄时迄个大仙到墓的学生也入去看见就信。兄姊妹，彼得甲约翰入去了后，看见即个包生死的犹地步保持原状囥伫迄个所在。如果若是偷地赶走，我相信绝对袂有即种的处事。证明主耶稣的身躯并毋是互人偷摕去，所以因伫遐讲因看去，圣经伫遐讲因看去就信，毋是只相信富人报告主耶稣的身躯真正互人偷摕去，是安那？是只相信主耶稣所甲因讲的话，主耶稣已经国活了，兄姊妹，看去就信，这就是信仰的起点，国活的信仰。毋只是对空的坟墓的考古，你是透过美术的记号，开始察觉到上帝超越这个死亡的作为。因为这个当咱的生命中拄到这个空墓，譬如讲空虚失丧，也是计划落空的时，请问咱看到的是失去，也是看见新掠奇事？正是要发生的兆头呢。当抹达了玛利亚甲伊学生看见空墓的时，因面对的是一个逻辑的基业点，对超过人类认知的极限。人类的经验法则甲咱讲，已经死透的人，无可能搁再醒起来。死人是袂家己行出来。总是耶稣的空墓拍破了因果律，拍破了人类的经验法则。兄姊妹，咱一定要相信，这个世间真正有神力，因为咱有一位全能永远活的上帝，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生命的源头，是想事者。自然定律、物理法则，拢是所设定的。遐只有会当限制咱即个有限的人类，无法度限制这位创造定律的上帝。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是认知的跳跃，行出哀哭的三堵。第11节到15节，安尼讲，独独玛利亚徛伫墓外在啼哭，哭的时，
亚罗看梦来，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，坐伫耶稣的身边所捌安置的所在，一个伫头，一个伫骹，因就甲伊讲：妇人啊，啥思考？应伊讲：伊人将我的主刷去，我毋知下伊伫什么所在。已经讲这的话，就翻身后面，看见耶稣伫徛，也毋知伊是耶稣。耶稣甲伊讲：妇人啊，啥事啼哭？你找之罪？玛利亚拍算伊是过远的，就甲伊讲：头家啊，你若有跟伊去，就甲我讲，下伊伫什么所在，我就去收伊。遐会记袂？彼得甲约翰看见空的坟墓，即个幼地部，包青死的幼地部啦，摆列整齐。因相信主耶稣的信息，毋是互人偷摕去。你是有可能真正国外，所以因伫相信，就平安转去到家己所住的所在。但是玛利亚咧，即个目单的玛利亚，犹原个一个认为耶稣的死是被偷摕去，还是被赶走？这一真着急，毋知要怎样，只会当提靠，遐会知袂？信甲毋信之间的区别，就是一个当平安转去，暗时困得好好；一个伫遐一直咧着急，只会当提靠，完全是毋知影要怎样。遐会知袂？当代志伫遐超出你所会当控制的，你伫遐非常的着急，不断的提靠，不如选择相信凡事拢有上帝水阁好的旨意，咱来当放手交互伊，看伊如何为着咱来成就大的代志。这毋是自我的安慰，这是信仰超越一切。我的上帝，我伫遐挖苦伊，我什么？有啥物代志会发伫遐拄着惊吓咧？遐只会当你拄着眼前的困境，超越你所会当处理的，请问你愿意还是无愿意放手？到这位听你的天父阿爸上帝去处理咧？所以玛利亚伫这个坟墓的天口，就是天使显现，也无法度伫遐来安慰伊，连伊上爱伊的主耶稣，伊上听的主耶稣来到伊的身躯边，伊也认袂出伊，所以伊的天口悲伤，互人有时会失去什么的，失去理性，遐知袂？这个天口会陷入伫即个忧伤的中间，行袂出哀痛。请问对你有啥物帮助呢？只互咱心若像青米共一样，看袂起家己身躯边有啥物款的资源，有啥物会当值得咱珍惜的？遐知袂？咱来知影，上帝关一个门，总是伊必定为咱拍开一个窗千万毋通互家己的忧伤困掉的，若无的，咱会失去更较侪的物件。所以咱会行出忧伤，拍开你的心眼，你就你来看去即个永远之地。伫这16节，耶稣甲伊讲：玛利亚，伊就活转身，用希伯来的话甲伊讲：列普尼意思就是先生，就是老师。伫到国外做亲自呼唤伊的名，玛利亚，伊才认出即个色的声音，遐会知袂？耶稣知影咱的软弱，看见咱的信心无够，所以伊无先责备为虾米无信心呢？伊是伊也无伫先讲大道理，伊只甲轻轻伫遐呼叫伊的名玛利亚，这一个呼叫，玛利亚对个人的哀伤中伫遐清醒起来。认出眼前的人，正是伊所听的列普尼，伊的先生，伊的老师，遐会知袂？当咱陷伫即个痛苦悲伤的中间，吩咐你去做的代志，当咱陷伫即个
痛苦悲伤的中间，主耶稣要伫安那轻声呼唤你的名。当你听去的时，你一定爱回转，你的灵爱醒悟起来，去做主耶稣所吩咐你去做的代志。千万唔通继续沉沦伫即个啼哭悲伤的中间。17节，耶稣甲伊讲：目的无我，因我也未上去见爸。你著去找我的兄弟，甲因讲：我上去见我的爸，也是恁的爸；见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伫遐主耶稣甲因讲：目的无我，即个无的原理，即个原文的意思，毋是指讲touch触摸，是甘有安那安昂毋放。当你看到一个所疼的人，忽然间伫你面头前，你一定会想要甲咱无掉的，即种意思，表示玛利亚听主的心，确实是非常的迫切。看去伊国外显现，恐惊伊国再消失无看见，因此想要安那安安了掉伊毋放。因为我也未去见爸，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讲，国外的主原本应该先满足什么人？满足爸上帝，献上国外神圣的果子，互爸伫遐来享受。只是因看见玛利亚啼哭，伤过悲伤，主耶稣无忍心，因此先显现互伊看，安慰伊的心。兄姊妹，你看，咱的主耶稣是遮尔啊疼咱遮尔深。伊无愿意咱因为忧伤过头，伫遐来失去盼望，必定出现来帮赞、安慰甲鼓励，互咱有较大的信心，有较大的气力，会当伫遐定心得到气力。主耶稣毋只是安慰甲鼓励，伊安那，伊更加互人命令，伊吩咐玛利亚讲：你去找我的兄弟，甲因讲。我上去见我的爸，也是恁的爸；见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你著去找我的兄弟，兄弟毋是指伊肉身的兄弟，而是指伊遮的学生。因为领受伊国外神圣的性命，而安那成做耶稣的兄弟，上帝家的正囝，就是咱遮的基督徒。伫遮讲我上去，按原文的讲法，就是指讲我正是处在伫升去的过程中，就是伫咧要上天的过程中，见我的爸，也是恁的爸；见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请兄弟姊妹，照着耶稣基督的国话，伊的正学生、正门徒，都会当分享上帝的性命。伫即个生命中，门徒会讲遮学生，就成做伊的兄弟。伊的爸就是因遮个门徒的爸，伊的上帝系遮个门徒学生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遮个相信耶稣国外的人，也同款，因为即个神就要进入伫即个上帝国度，成做上帝家内的人。这正是超越咱所会当想象的恩典。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来画出玛利亚迄个时刻，当玛利亚回应列波尼，列波尼就是先生老师的意思。玛利亚的认知系统对安那超出信息提升到安那见证国话，伫即个所在，咱看见玛利亚成做头一位的宣教师，伊忠实的领受使命甲交托，伊去遮个门徒、遮个学生宣告：我已经看见主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过活节毋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，更加是一个信仰的记忆点。总是你的心眼，是毋是已经看见过活的主咧？你的认知系统是毋是已经更新了咧？也是你也共款停留伫即个坟墓的中间，伫遐啼哭？请注意听，你来
你也是留伫即个坟墓的中间伫遐啼哭，也是要领受即个新的使命，诚做福音的见证者咧。如果你若还阁伫过去即个失去的中间伫遐那咧啼哭，因为你失去你所听的伫遐咧啼哭，请你注意听，因为主真正温柔的声音伫遐呼唤咱的名，叫咱毋通搁再伫遐忧伤，毋通搁再为着过去的失去伫遐来啼哭。你来开启你的心眼，看见上帝丰盛的祝福，正伫遐等待着你去领受，有更较水、更较好的未来，正伫头前等候着咱。亲爱的姊妹，你的未来必定比现在更较精彩、更较美好。所以咱爱停止这个啼哭，领受了新的使命，勇敢向前。这才是真正这个信仰的基业点，是咱的认知提升。当咱行出啼哭，必定见到国外的主。当咱领受新的使命，咱的性命就无搁再共款。第三项，领受分气的切恳。19节到23节，讲迄日第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，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是所大的所在关门，耶稣到徛伫中间，甲因讲愿你平安。已经讲即个话，就用手甲协下互因看。学生看见主就欢喜。耶稣阁甲因讲愿你平安。我找恁，亲像爸有找我。已经讲即个话，就对因分气，讲恁受圣神，恁写什么人的罪就写去，留什么人的罪就留地。当日暗时，这个门徒，这个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所以因将这个门关密密。国外的耶稣，竟会当透穿透这个惊吓轮内的门，徛伫这个门徒，徛伫学生的中间。这个是一个超越咱这个认知系统的基业点。国外了后的主耶稣，5个学生，伊的门徒，展示了一种灵体的特殊性。既然是救这个实体，会当看见手甲伊的协下，阁无被墙的阻挡，这个基业点的具体化，这个超越人所会当认知的这个生物学甲物理学的新生命的形态，伫遐来出现。当学生是讲门徒看见这个奇异的现象，因当然会惊。所以耶稣2摆宣告讲：愿恁平安。毋只是请安尔，这是照着伊手顶受钉的这个钉的痕，也是血的这个伤口，证明救赎已经完成。人甲上帝的关系已经伫遐已经修结好啊。对答人会当倚靠主耶稣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求赦免，求怜悯，求恩典。接下来，咱看到什么？咱看到新的创造产生了。主耶稣分一口气讲：恁领受圣神。叫咱想起上帝伫创造这个世间的时，伊所立的这个这个对土所立的人，分去伫这个土所立的人，这是什么人？亚当的鼻孔内，伊怎诚做什么？有灵的活人，这种定心开机的感觉，属魂的人，诚做属灵的人。也因安尼生，各外节标志着新人类的诞生。这个新人类带有上帝所予咱的这个赦罪的权柄，咱领受这个使命，咱要行入这个罪人的中间，被罪掌控。惊吓死亡的人宣告：耶稣已经割完罪，用你的罪
已经得到赦免，这个大好消息，这个大好的福音。兄弟姊妹，咱教会是国外的群体，咱这群国外的群体是带有使命的，使命的中心就是宣告人的罪会得到赦免。上帝无搁再计算人的罪，伊的恩典已经照着耶稣基督临到伫这个世间，互既然信耶稣的人，拢会当脱离这个罪的掌控捆绑。真侪真正自由的人，兄弟姊妹，请问你的心门是毋是因为恐慌、惊吓，伫遐来关目咧？各位主耶稣今仔日要愿你的性命崩溃，赏赐你勇气甲平安，找起你去传播这个疼甲疗愈。你愿意领受这个神圣的使命吗？约翰福音书20章这段记述，对玛利亚个人的转变，到门徒集体的受差遣，所以国外意义在于死亡不再是终点，生命有新的可能，平安取代了恐慌，你毋免阁畏伫即个关上门的后面。使命已经取代了沉沦，所以咱受差遣进入这个世间，要来报传属天真的平安的福音，也是祝国外的好消息。这兄弟姊妹，死亡的定律已经被已经被逆转啊！生命无过来是迈往这凶乱的直线。你进入了上帝结连甲上帝结连这个无限的内面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国外，伊真正国外，伊毋只是伫迄日伫耶路撒冷的国外，伊今仔日也要伫你、伫我的信心，伫你、伫我的毋茫，伫你、伫我对人的疗愈中间来国外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已经国外了，请问你有介意同齐来国外吗？咱三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对阮的心讲话。当阮搁面伫即个恐慌惊吓的门的后面的时，求你带着迄份带伤的平安，从即个墙壁来进入阮的内在，平刷阮内心的风暴。当阮感觉家己无够完美，充满着瑕疵的时，求你永远展示你的手甲血的伤，互阮看去真正完美是带有伤痕，又愿选择去听。求你永远分性命的气，若像伫咧清早学生。门徒所分开共一样，互圣灵更新阮的认知，互阮对旧有的因果报应中解脱，进入你恩典甲赦免的中间。阮的主啊，愿阮会当成做即世间上即个负伤的治疗者，互阮无掠家己的软弱做见证。你是互你的国外大权能，透过阮的伤口照射入来，照射出来，真侪人会光。伫这新创造的第一日，阮将所有的恐慌惊吓交托互你，领受迄个超越理解的平安，进入阮的中间。阮的祈祷是用迄位国外的主带着永远的听。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